色力、无色力。富罗那尊者说法第一，骨头竟然不会坏掉，坚固骨头不会坏掉，称为色力。里面还有佛陀跟弟子们的这里组织部分这一片的蒙古包哈，东平市的蒙古包。如果不能脱鞋子的话，可以穿上我们的鞋套，绝对没有问题。阿难尊者多闻第一，多闻第一阿难尊者，佛陀骨舍利，佛陀骨舍利。